你試過出街食飯，打開碟郊外油菜，用筷子數一數，1、2、3、4、5、6，冇錯，真係得6條菜心，仲要收你20幾30蚊，仲要加一服務費。呢個時候，你心入面除咗1萬隻草泥馬奔騰之外，有冇一種被羞辱嘅感覺？今時今日喺香港出街食飯，好多時唔係享受，而係一場修行。好多人都話，點解而家個個禮拜五、禮拜六，深圳灣口岸同羅湖口岸都塞到水泄不通，香港人好似難民潮咁湧返內地消費？難道真係因為大家貪平？定係因為香港嘅黃金週已經變成逼人北上嘅代名詞？其實真相遠遠唔只係價錢問題。今日我想同大家一齊揭開香港掠食趕客嘅終極真相。我哋會發現，原來好多餐廳唔係唔知自己煮得難食，亦唔係唔知自己賣得貴，佢哋根本就係利用緊一件事專登劏你班面皮薄、費事嘈嘅香港人。我哋先嚟解構一下呢碟20蚊6條菜心嘅心理學。好多時候，我哋同班朋友或者屋企人去一間望落去裝修幾靚，好似幾有格調嘅茶餐廳或者冰室食飯。你嗌個常餐或者小菜，加多個油菜，碟菜一上台，你成個人呆咗。個碟好大，但裏面嘅菜心細條到好似營養不良咁，仲要係好稀疏地排喺度。呢個時候，正常人嘅反應係點？如果你係同普通朋友或者同女朋友第一次約會，你心入面就算幾唔想、幾想鬧人，你通常都會做一件事，忍。點解要忍？因為面皮薄咯。香港人最驚乜嘢？最驚喺公眾場合肉酸，最驚俾人覺得自己度縮，最驚因為幾條菜同個伙計嘈，搞到成村人望住自己。算啦，20幾蚊，咪當跌咗咯，下次唔好再嚟食咯。餐廳老闆同經理就係捉到你呢個心理，佢哋知道10個香港人裏面有9個遇到呢種貨不對辦嘅情況，都只會默默吞咗佢。只要你唔當場發波瘟，只要你肯乖乖地埋單，佢哋呢一單生意就賺到盡。呢種做法喺心理學同商業營運上就叫做面皮薄日價，廣東話俗稱劏塊面皮薄嘅人。如果換做一啲性格比較巴辣，或者年紀大少少，活得比較通透嘅大叔阿嬸，可能當場就拍台，老細，你呢度得6條菜，你收我20蚊，你搶啊，幫我取消佢。但係而家主力消費嘅後生仔，或者30幾歲嘅中產打工仔，有幾多個真係有勇氣喺間餐廳度咁樣啊？結果呢？餐廳得逞咗，佢用最低嘅成本、最敷衍嘅態度，成功收咗你最高嘅價錢。但係呢種湯面皮薄人嘅招數，真係可以玩一世咩？如果我哋回顧返歷史，喺1990年代，甚至乎到2010年代初期，香港嘅餐飲業雖然都係行節奏快、效率高嘅路線，但當時嘅食物質素同分量，絕對唔會好似今日咁離譜。以前你去茶餐廳食個乾炒牛河，鑊氣夠，牛肉多，河粉條條分明，你俾嗰30幾40蚊，你係覺得物有所值。但係自從2019年之後，經歷咗幾年嘅疫情，去到2024年、2025年，再到而家2026年，香港嘅餐飲業好似進入咗一個集體擺爛嘅時代。好多餐廳為咗慳成本，將以前由大廚親手炒嘅菜式全部換成預製菜，真空包裝預製菜，只要喺廚房用微波爐叮幾分鐘，或者放入熱水浸熱就可以上台，毫無鑊氣可言，啲肉質軟綿綿，一陣雪味，個汁結達達，完全冇靈魂。價錢不減反增，份量縮水，以前一碟飯夠一個成年男人飽，而家細到好似兒童餐咁。你話香港人面皮薄，唔敢當面投訴，係咪代表佢哋唔識貨？當然唔係，香港人其實好聰明。我當面唔同你嘈，唔代表我心裏面冇記賬。我埋完單，行出你間鋪頭門口，我就會默默喺心裏面判你死刑，呢間嘢一世都唔會再嚟。這就是為什麼現在香港街頭出現了集體的執笠潮。
好多老闆每日喺網上訴苦，話租金貴，話人工高，話香港人唔支持本地經濟，話個個都北上消費係崇洋媚外，或者崇內地消費。但佢哋從來唔反省下自己，你用6條菜心收人20蚊嘅時候，你有冇支持過你嘅食客？你用微波爐叮出嚟嘅預製菜收人80幾蚊個午餐嘅時候，你有冇尊重過你嘅行業？我身邊有一個好道地嘅香港朋友，今年35歲，叫阿 Ken。佢以前係最典型嘅香港本地消費死忠派。佢以前放假最鍾意去旺角、銅鑼灣行街，然後去啲特色小店食飯。佢常常同我講，香港人就應該支持香港人。但係喺2024年年尾嘅某一個星期六，徹底改變咗佢。嗰日佢同佢女朋友去尖沙咀行街，行到好攰，就隨便入咗一間望落去幾有懷舊風味嘅冰室。佢哋嗌咗一個沙爹牛肉麵，一個西多士，一碟郊外菜心，加2杯凍鴛鴦。單一上，阿 Ken 已經覺得有啲肉赤，2個人食個普通茶餐廳下晝茶要成160幾蚊。但最震撼嘅畫面喺後面，碟菜心上台嘅時候，佢女朋友忍不住笑咗出來。阿 Ken 望一望，真係得6條，而且其中有2條重係黃黃地老到咬唔入嘅菜條。阿 Ken 當時好想叫住個伙計反映，但望一望周圍，全部客人都安安靜靜咁食緊嘢。如果佢大聲投訴，好似好異類，好似自己好小家咁。最後，阿 Ken 面皮薄，選擇咗一言不發。佢用最快嘅速度食完個麵，着完嗰幾條乾癟癟嘅菜心，埋單行出餐廳。一出門口，阿 Ken 同佢女朋友講咗一句話：由下個禮拜開始，我哋放假一律過深圳。我寧願坐1個鐘頭地鐵，都不想喺度貼錢買難受。由嗰日起，阿 Ken 變成咗北上大軍嘅主力。上個禮拜佢去咗深圳福田一個商場食酸菜魚。佢同我分享，嗰度一碟酸菜魚份量大到2個人食唔晒，魚肉鮮嫩，啲配菜塞到滿一滿。最重要係乜嘢？佢哋點了一盤白灼生菜，上台嘅時候係滿滿一大碗，翠綠色，淋埋上等嘅豉油，折合港幣只要15蚊左右。更誇張嘅係內地餐廳嘅服務態度。阿 Ken 話，只要你眼神一望向伙計，對方就會小跑步過嚟問你：帥哥，有什麼可以幫到你？如果食物唔好食或者唔夠熱，你同佢講一聲，佢哋二話不說立刻幫你成盤換過，甚至成道菜退款。阿 Ken 同我講呢段話嘅時候，眼神裏面冇任何炫耀，只有一種淡淡嘅哀傷。佢話，我係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想喺自己地方消費，我想支持香港嘅經濟。但點解香港嘅餐飲業要將我當成傻仔咁樣嚟劏？阿 Ken 嘅故事其實就係幾十萬甚至幾百萬香港人嘅縮影。當一間餐廳嘅商業模式唔再係靠好味道或者好服務嚟贏取回頭客，而係靠反正你面皮薄唔敢投訴，我劏得一個嘅獵頭式思維去營運，呢個行業嘅沒落就已經注定。好多餐飲業老字號或者商會代表經常喺電視上分析香港人北上嘅原因，佢哋提出嘅論點通常係人民幣匯率下跌，港幣變相好市咗，所以內地消費顯得好平。內地地方大，租金平，所以人哋可以做大排場，香港寸金尺土做唔到。內地政府有補貼，鼓勵商業發展，但呢班專家同老闆永遠都選擇性盲目，睇唔到最核心嘅問題：人情味同專業操守嘅喪失。租金貴係咪代表你可以俾爛嘅食物個客食？人工高係咪代表你嘅伙計可以用黑面掟條毛巾落台嘅態度嚟對待消費者？地方細係咪代表你要逼客人在30分鐘之內吞下一碗麵，然後用眼神趕人走？如果你去過深圳、廣州消費，你會發現人哋嘅進步唔只係硬件，而係成個服務業嘅意識。佢哋引進咗好完善嘅現代化管理體系，每一間餐廳都有嚴格嘅品控，廚師要跟足標準去煮，
服務員嘅花名冊上寫明咗顧客滿意度直接勾啟獎金。反觀香港，好多老式茶餐廳依然留守喺上個世紀嘅管理思維。老闆覺得我喺度開咗30年，你班打工仔返工放工實要食飯，我賣乜嘢你就要食乜嘢。嫌貴啊？嫌貴你唔好食咯。以前香港人真係冇得揀，因為生活節奏太緊湊，放假時間太短，大家唯有默默接受呢種高消費、低質素嘅現實。但自從高鐵通車，跨境巴士線路密布，加上電子支付喺內地完全普及之後，空間嘅障礙徹底被打破咗。而家由屯門、元朗坐巴士去深圳灣，快過你坐車去銅鑼灣；由西九龍坐高鐵去福田，只要14分鐘。14分鐘就可以由一個20蚊食6條菜心，仲要睇伙計塊面黑過生鐵嘅地方，去到一個100幾蚊食到飽，每個人都叫你帥哥美女，賓至如歸嘅天堂。如果你係消費者，你會點揀？有啲人可能會反駁，話內地嘅食品安全有問題，話香港有嚴格嘅食安條例，所以香港賣得貴係因為安全成本。呢個說法喺10年前，甚至15年前，可能仲可以說服到人。但去到2026年嘅今日，資訊咁發達，大家一睇就知，內地依家大型商場裏面嘅連鎖餐飲品牌，全部都係行中央廚房、透明廚房路線。你透過塊玻璃，可以清清楚楚睇到裏面嘅衛生情況。人哋嘅蔬菜全部有追溯碼，洗得乾乾淨淨。反而喺香港，有幾多間後巷茶餐廳嘅廚房係你唔敢行入去睇嘅？有幾多間餐廳嘅菜心係連洗都未洗乾淨，帶住泥沙同條蟲就直接白灼俾你食？我上個月先喺一間位於旺角嘅舊式茶餐廳中過招。我嗌咗一碟叉燒瀨粉，上台嘅時候，碟叉燒乾到好似柴皮咁，咬都咬唔開。我同個伙計講：哥哥，呢個叉燒好似放咗好耐，真係好硬。你估個伙計點答我？佢反咗個白眼，話叉燒係咁㗎啦，唔硬點有咬口啊？你想食軟嘅，下次嗌蒸肉餅啦。當時我隔壁台坐着一個大約20多歲嘅後生女。佢聽到個伙計咁講，默默地將自己原本想投訴嘅說話吞返落肚。佢碟乾炒牛河油到好似喺油缸撈出嚟咁，佢都係默默用張紙巾抹一抹嘴，埋單走人。呢個就係香港餐飲業最悲哀嘅地方。面皮薄嘅消費者選擇用腳投票，用沉默嚟抵制，而自大嘅餐飲業老闆就繼續活在自己嘅世界裏面，覺得全世界都欠咗佢。如果我哋深入探討呢種劣食趕客嘅風氣，其實仲帶來咗一個好嚴重嘅惡性循環。隨着越來越多面皮薄但有消費能力嘅中產同後生仔北上，留在香港本地消費嘅人變得越來越少，餐廳嘅營業額直線下跌。面對營業額下跌，一個正常有遠見嘅生意人應該諗方法提升食物質素，推出優惠，改善服務，將啲客贏返嚟。但香港好多餐廳老闆嘅做法剛好相反，佢哋行嘅係一條自殺式路線。第一步，縮減開支，解僱有經驗、人工高嘅大廚，換成人工低、毫無熱誠嘅生手，或者直接全面用最平嘅劣質預製菜。第二步，減少份量，本來一碟菜有12條，減到8條，再減到6條。本來牛肉麵有5塊牛肉，減到3塊。第三步，提高價錢。既然客源少咗，咁我就要在每一個留低嘅客身上刮盡每一分錢。本來60蚊個午餐，加到75蚊，仲要巧立名目收乜嘢週末附加費、假期清潔費。結果係點？結果就係本來仲願意留喺香港消費嘅嗰一小撮死忠粉，都被徹底激死埋。你用75蚊食一盤由生手用微波爐叮出嚟，份量少到根本食唔飽，味道差過食杯麵嘅劣食，仲要忍受個餐廳限時30分鐘趕你走。只要是一個正常人，去過一次之後，都會徹底清醒。於是餐廳生意更差，老闆就更加怨天尤人，
再進一步削減成本，提高價錢。最終嘅結局就係喺某一個星期天，門口貼出一張結業啟事，上面寫住因租金高企、人力缺乏，無奈結業，感謝方倫多年支持。看到呢度，你真係會同情佢哋咩？唔好意思，我真係同情唔落。我覺得好多鋪頭嘅執笠，唔係因為天災，亦唔係因為政策，根本就係自作自受，咎由自取。我哋講咗咁多劣食同趕客嘅現象，不如都客觀少少，睇下香港係咪真係一間做得好嘅餐廳都冇？當然唔係。今時今日喺香港，依然有一批好有心、好認真做嘢嘅餐飲從業者。我有時去一啲由後生仔開嘅小店，或者一啲真係幾十年如一日，保持初衷嘅老字號。你去到，人哋依然係用新鮮食材。你去嗌碟菜，雖然因為香港成本貴，可能要收你30蚊，但上台嘅時候係整整齊齊，用雞湯煨過，份量十足嘅上等菜心。個老闆或者伙計見到你，會笑咪咪同你講聲慢慢用，不夠湯同我講。每逢去到呢啲有心嘅餐廳，我一定會做兩件事：第一，開開心心埋單，甚至唔使找錢；第二，我會瘋狂推薦俾我身邊嘅所有朋友，叫大家一齊去支持。因為我知道喺今時今日咁艱難嘅經營環境下，仲要堅持唔劏客，堅持做良心食物嘅老闆，簡直好似大熊貓咁稀有。如果我哋唔用銀壇去支持佢哋好快就會被嗰啲惡性競爭或者被連鎖集團嘅劣食徹底淘汰。但好可惜，呢類有心嘅小店喺依家嘅香港只佔了極少數，絕大多數充斥喺條街度嘅都係嗰啲連鎖式、集團式或者一味只想賺快錢嘅劣食工廠。講到呢度，我想同所有仲喺度用湯麵皮博人呢招嚟做生意嘅餐飲業老闆們講幾句真心話。時代真係變咗，2026年嘅消費市場唔再係以前那個資訊封閉、交通不便嘅年代。你以為你面對嘅係一班逆來順受、面皮薄、好蝦嘅香港打工仔，但實際上你面對嘅係一班擁有全世界最多選擇、最識得精打細算，而且忍耐力已經去到極限嘅精明消費者。你少俾2條菜，你以為自己賺咗2塊錢嘅成本，但你失去嘅係一個客人一世嘅信任，以及佢背後成個朋友圈子嘅潛在消費。呢筆賬你點算都係蝕本。香港人之所以面皮薄，唔代表佢哋蠢，而係因為佢哋珍惜個城市嘅體面。佢哋想喺食飯嘅時候開開心心，保持禮貌。但當呢種禮貌被你哋當成弱點嚟瘋狂壓榨嘅時候，佢哋唯一可以做嘅反抗就是徹底轉身離開。逼人北上呢4個字，表面上好似係一個地理現象，但本質上佢係香港消費者對本地劣食餐飲業投下嘅一張不信任票。如果香港嘅餐飲業想要自救，方法其實好簡單，唔需要政府俾幾多補貼，亦唔需要做乜嘢宏大嘅宣傳活動，只要做返好最基本嘅3件事。第一，將食物煮好，用新鮮嘅食材，放返多啲心機，唔好再用預製菜去敷衍人。如果你要收得貴，就必須俾出相應嘅味道。第二，份量要公道，20蚊就係20蚊，俾返一碟正常人食得飽、睇得入眼嘅份量。唔好再玩6條菜心呢種近乎侮辱人智慧嘅小把戲。第三，對客有禮貌，顧客嚟消費唔係欠咗你，一聲歡迎光臨，一個微笑，一份尊重，呢啲嘢唔需要成本，但可以溫暖人心。如果連呢3點最基本嘅生意之道都做唔到，咁就唔好怪香港人每逢放假就集體北上。因為人人都知，真正嘅消費天堂唔係睇你擁有幾多高樓大廈，而係睇你付出了幾多錢，能換回幾多相應嘅尊嚴同快樂。下一次，當你喺香港某間餐廳食飯，打開碟菜又發現得嗰幾條嘅時候，唔好再因為面皮薄而默默忍受。你可以選擇好有禮貌，但好堅定地同老闆講，老細，咁嘅質素同份量，真係好難令人再嚟第2次。講完之後，埋單，
然後開開心心咁計劃你下一次嘅北上行程，或者去尋找真正值得支持嘅本地良心小店。因為我哋嘅每一張鈔票都係喺度為我哋想要嘅生活方式投票。希望有一日，當我哋再喺香港街頭行入一間餐廳嘅時候，上台嘅唔再係趕客嘅劣食，而係能夠令每一個香港人都引以為傲嘅美食天堂原貌。